各位聽眾，歡迎收聽紐約與你，我係你哋嘅主播 Sally。今日我哋要講一個影響全紐約市業主同租客嘅重磅話題 ，ADU， 即係附屬住宅單位。紐約市府正全力推動呢項小規模增密嘅住屋計劃，希望可以增加住屋供應，同時唔需要大規模改變城市規劃或者起幾十層高嘅巨型大廈。呢個計劃涵蓋嘅範圍好廣，包括將地下室套房、閣樓單位，甚至係將你個車房改建成有獨立廚廁嘅細單位。市府嘅目的好簡單，就係喺同一幅地皮上加多一個可以住人嘅空間，就好似幫城市做一場都市更新嘅微創手術咁。為咗吸引業主參與，市府今次真係落足本，提供最高39.5萬美元嘅資助或貸款，幫輕業主嘅建築費。而且市府仲好識做，推出咗個 ADU for You 官方網站，入面有齊預先批准嘅 ADU 設計圖庫，屋主唔使由零開始使錢揾建築師畫圖，就好似去 IKEA 買家私咁標準化，直接將最痛苦嘅審查時間壓到最低。呢個政策既可以幫業主每個月增加租金收入，保住層樓，又可以令長者實現原居安老。聽落非常吸引，但係申請門檻高唔高呢？老實講，而家啲細節仲係好模糊。雖然官方文件大方向係話想幫捱唔住紐約高昂生活成本嘅業主，同埋等老人家可以原居安老，但當你去查閱具體嘅財務或物業資格要求時，會發現文件入面竟然完全係一片空白。呢個魔鬼細節引起咗好大質疑，令人擔心會唔會變相攞公帑補貼富裕階層，加速社區嘅士紳化七。另一方面，呢個政策喺地區層面亦遇到極大反彈，就好似史泰登島 Staten Island 嘅議員 Frank Morano 所帶領嘅反對聲浪，佢哋提出咗一個核心論點：基礎設施矛盾。反對者指出，雖然ADU可以無形咁加密人口，但我哋嘅下水道系統好多都係上個世紀建造嘅百年老管線，早就不勝負荷。只要雨落大少少就隨時水浸兼污水倒灌，再加上已經完全擁擠嘅交通路網，同埋早就超過容納上限嘅公立學校，問題全部都未解決。佢哋嘅態度好硬，未搞掂呢啲潛在嘅基建保底，就唔好喺社區度再載多啲人入去。呢個確實係一個深層次嘅基建矛盾。其實回顧2022年，紐約州長霍古都試過推動全州性嘅 ADU 法案，但因為郊區將土地區或法規視為神聖不可侵犯，強烈反對令法案宣告失敗。所以今次紐約市府係選擇繞過州層面，自己喺紐約市範圍內再試一次，希望用城市層級嘅方法增加住房供應。點樣喺增加房屋供應同現有基建之間取得平衡，仍然係一個極度艱難嘅大爭議，絕對未圓滿解決。紐約嘅住屋問題從來都唔容易解決，我哋會繼續為大家跟進呢項 ADU 政策嘅最新發展。多謝收聽紐約與你，我係主播 Sally，下次見。